無謂顧慮，若不牽手擁吻，誰准許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 誰想跟我兌換戒指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 每天測想跳舞狠先，證明有信心成自真，為了合襯可以分身，有你參與便足夠。你而家聽到嘅呢係我新專輯嘅第2隻原創歌曲，叫做《心跳速遞》。喺6月1號嘅夜晚黑8點鐘，就會上線喺呢度，可以聽到完整嘅版本。同時呢，6月1號呢都係我今年喺廣州中山紀念堂演唱會嘅開飛日子。我最好嘅人生同埋光陰就係喺舞台上面度過嘅，所以真係好希望大家今年呢亦都可以繼續買飛嚟到現場支持我哋一齊面對面講故仔、聽歌仔，多謝大家。